我是吃呗。啊，让卡巴主任把袄顶着蹲着。阿姐，我听人家说这个主任，搞着这个哎，但我那搞着正他们那是起码是捏的呀，接着捏不到，刚个些的，像是就差那差不这样，最主要是这样。这最主要求多。他都是带小就要嘛的，我那南部人许多几千嘛的，苍茫啊求的，你嘛像什么就可能啊，就吧样子好过吧，这样子进去了吧，不提上有嘛的，看个啊求的，不过人许多钱嘛的，苍茫啊求的啊，你我那人的，现在看着老进去了吧，是钱的嘛是年的，也是年有些的，但多大的结果大有嘛的，我那人。没了这知道的，就嘛说讲嘞，说看那，刚才好久二当啊，做大不二吧。我哎，但我说的还是不然，我奶奶种嘛吧，对呀，我就个带奶呀，我嘛的我那去，他说没呀我去，我那没的全部是的狗猪，还快进，咱们是吧？还快没都但没说的狗猪个的，那现在讲十多起啊，十多起么些，那就嘛像是检查是那样，就被检查汽车吧。你快在那体验过，我这，就等你肯定都带我啊。